来，主厨好时刻，看紧闭阿兵哥，赶紧做埋好食的梅料理，苏梅焖烧秋刀鱼，焖烧，哎，焖烧的哦，焖烧的秋刀鱼才可以做对哦哦。来，开始了。好，做了高级料理啊，高级料理，哦，要气过来啊，你去头去尾，去头去尾，调那边梅，哈。哎，阿兵哥啊，秋刀鱼一般讲，迄个表皮含汞，这不是跳动的嘛？系啊，喂，simp便宜的时候，3米张15元呢。系哦，对冇？冻便宜，就是基本看，那你来去做到变冻酱。变10元变8元系啊，好，然后嘅好，过来，回来个骨头，冻好的骨头放开了。哦，中间要留一点嘞，骨头的地方有冇？嘿，冻好了肚丝了就好。肚丝要拿开嘛？清的，好。哎，不过有你好吃肚丝呢。系啊，因为我搞唔清楚呢，冇办法，佢按腐的东西蛮好食哈。有人讲要冻腐，有人讲要甜甜。食三嘛，迄边有问题啊，三缸皮的嘛。等下那来渐渐的，煮它是上慢的。哎，那就看你哦，边巴西边买哈。你要切好哦，你看先那个煎，用油，用掉油。有嘛？有诶。拿烧的，等于拿烧的吼，记得那皮会先变下去。哦，不用皮那边哈。哦，跳跃的声音，系啊，对，皮会先帮你煎到擦擦。其实咧，刀鱼啊，那你啊切下来是啊，变成个泡泡啊，是干鱼毛熟。哦，它是熟的呀，煎一下，哦，等下个老梅啊，老啲调鱼啊变下，切不下来，一下是熟的。那啲谈到哦，所以先变起来紫苏梅，因为那啲回来哈，要卤好那梅啊，乱起来卤啊，没啦，没啦哈，这个买啦哈，要紫苏梅，好，梅就调水这样吧，你要梅买就地方买，哦，先不要买，有梅，然后给它烫，要汤汁没坏哈，漂亮水出来，晕毛诶，酸酸的米汤，所以你要捞去冰落去，它点梅的梅头哈，结出来，哦，你要让会搞掉水，哦，那个调油，有睇有就糖，我不用糖嘛，好，有梅子还不用糖啊，係啊，呢啲梅啊，只會好鹹，好酸，一定會變咗湯。哇，你看你懂簡單嘅吼，要煮菜。係啊，傾佢前吼，嗰啲變嘅香菜。哦，也先不要啊，沒先頭不用蛋糕就好誒。冇，我本身有梅頭啊，但是了跳樣嘢啊，皮樣，哦，唔是攞去切，哦，因為它夾，等下夾出來嘛。係，因為直接變上去，哦，但是攞佢傾上去，有效果輕啲嚇。哦，咁日存咧鹽時大家切冇，不用蛋糕。係，你係不用蛋糕嘅。哦。其實我看到咧，就不用咧調油啊，要不用湯啊。其實成個啲蔥條都係啊，攞東西嘅。攞東西調味料啊，攞紅油啊，攞乜嘅？紅油攞，嗰啲攞紅油啊，攞芥味啊。用到咩？誒，就寒酸啲。哦。喺度講咧，要酸嘅東西啊，就會讓肉質軟化。哦。睇標榜你嘅意思係咁樣買嘛？係啊，攞紅油啊，唔可以攞啲冰涼咗落。可能就攞15分鐘、10分鐘嘅時間啦。咁你我翕一個，翕得早哦，唔是？唔是，係留條糖量差唔多咧。係就會，哇，夾哦！你啲冰到底背，你香菜啦，先攞去托起來，冇得嚟夾到了，冇醬，就黃黃嘅。
咧第秋刀鱼哈，甲鳗鱼啊，鳗肉，你看那个尖尖哈，注意下是从鳗肉，哎，後擺趁熱嘅時候就偏講有啲慢。梅哦，擺上面。好靚醬哦，係連醬魚。梅買多少錢？梅啊，梅你差5張田啊，差不多30 K。30元加一米啊5元10元40元，鹽絲要2元嘛？係啊，要2元。你見唔見5星級嘅50元料理？係啊，你睇佢用鰻啊，你一條啊，可能會夾白佢。係嘛？人家秋刀魚，我去切一下，有冇感覺冇強濃啊？用嘴，哇！嚟，按就好嘛吼，嚟等於等姜嚟講下。要出梅料理，名我都冇改。紫蘇燜燒秋刀魚。哦，改好就是咯。蘇梅燜燒秋刀魚，先將秋刀魚嘅頭面切斷，稍等將魚骨頭切斷，將魚肉放喺煲嘅湯煎到爽色，再加桂絲梅汁、調油、糖、水、鹽絲嘅翕到入面，安尼好食嘅料理就要上桌咯。